可以掛行李篋，straight iron 就搞掂啦。咁嘅時候遇到佢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係咪？今集嘅主題係我嘅旅行必備好物。我今年嘅其中一個目標係去多啲旅行。咁真係今年比平時去得多旅行嘅，已經去咗京都啦、北海道啦、青森縣啦。其實有啲產品除咗旅行之外，平時日常生活都用開，包括電子產品啦，唔係喎，有關拍片產品、護膚產品、手袋產品。事不宜遲，開始。第一樣嘢係ドロップ容器，即係化妝品分裝容器。呢個超方便，每次去旅行嘅時候帶化妝品好困擾，因為如果就咁成支成盒帶去嘅話，實在太大件啦，好佔地方。其實 Muji 有呢啲旅行途中，但係都有時覺得太大，想減輕啲化妝品。跟住我遇到呢個啦，呢個真係好方便，非常非常方便。我試過裝髮油啦、foundation 啦、粉底、primer 啦，仲有 gel， 全部都冇問題，唔會流出嚟啦。同埋用嘅時候呢 gel 都好順暢。同埋呢個係 primer， 咁我平時呢兩種顏色嘅 primer 一齊用，一齊溝埋用。これに2種類入れて持ち歩くと1本にまとめられるのでとてもいいです。同埋雖然細細粒，但係夠用1星期嘅份量。我揾到10ml 同埋6ml。係，跟住仲有呢，仲有一個好推介嘅分裝容器，就係呢個啦。熱圧パウチ容器。頭先介紹嘅呢個已經好細啦，但係想更加減輕啲行李，想孭一個背囊去旅行嘅時候，真係好正。こういう裏面有呢啲半透明嘅袋啦，跟住只要將自己想帶去嘅液體放落去呢度，跟住用ストレートアイロン閉じる，咁就搞掂啦。密閉できます。帶咗呢個之後，成件行李真係輕便咗好多啊！ちょっと待って，呢個我喺日本買喎，唔知香港有冇呢？希望有啦。呢3個都係低數喺低數買嘅，係下一樣嘢係摺袋，喺 Muji 買嘅，旅行嘅時候買好多手信啦，有時拎住好多紙袋行李情況下要去第二度景點，咁就麻鬼煩啦。咁嘅時候呢，用呢啲袋非常方便。ちょっと見せますね。よいしょ。はい、こういう感じでこのくらいなんですけど、裏面有好多點講分架。ここにもメッシュがついてて、こっちは有細細嘅 pocket， 同埋呢度都有拉鏈。哇，呢個好難介紹，點樣可以？仲有呢度呢，可以掛行李篋咯。摺嘅時候唔佔地方，但係用嘅時候原來咁大，可以裝好多嘢，唔錯。係下一樣嘢，知唔知呢個係乜嘢呢？按摩機 ？No， 呢部係美容儀，叫做 Zip Halo， 佢好細。其實呢個我喺香港都用開，好推介。第一好細啦，所以方便帶。同埋呢，因為咁細，所以平時用嘅時候唔覺得麻煩咯。仲有呢，其實我有試過幾種美容儀，不過因為可能我對光敏感，所以有啲係用完之後眼有啲痛，同埋好乾，所以我一直都以為自己同美容儀冇緣，諗住放棄。但係越嚟越鬆弛啊嘛，好想用。咁嘅時候遇到佢啦，用完之後完全冇呢啲問題咯。我嘅最大嘅煩惱暗啞同埋鬆弛，慢慢改善㗎。我記得第一次用完之後，覺得皮膚透亮咗啦。跟住呢，用完1星期嗰陣時，透過 online meeting 望到嘅自己個樣呢，我覺得比起上星期靚咗，皮膚好咗喎。咁呢部機可以同 app 同步使用。皆さんにお見せします。有 gel 嘅搽 gel 一齊用。咁呢有 total
17種療程啦，幾個療程加埋一齊用都得嘅，可以針對各種唔同嘅肌膚問題，亦都有7日、14日、30日嘅療程都有。唔想諗自己做邊個療程好呢，就揀呢啲啦。我中意嘅模式係 4-minute facial 同埋 clear skin， 咁我今次揀 4-minute facial 啦，跟住呢位老師一齊做 treatment 就 OK。每個模式都有獨特電流波形設計，除咗微電流之外呢，有納米電流。雖然有啲模用落可能有少少刺痛感嘅，但係唔使驚，係正常嘅。好，整完啦。係，どうですか？大家覺得點呢？我覺得塊面細咗喎，同埋下巴線明顯咗，法令線都少咗好多。ということで呢部機都非常非常推介，おすすめです。係，下一樣嘢係有關拍片產品，得啦呢個啦，呢個我喺 Amazon 買嘅，有 MagSafe 嘅電話可以黐住，呢個都係除咗旅行之外，平時都用開。これ三腳架です。こうなるんですよ。呢度可以換角度，係可以接啦。跟住呢度係カラビナになってるんですよ，可以掛住手袋。我記得呢個有其他顏色，黑色都有，但係我驚唔見，所以特登揀咗粉紅色。係，下一樣嘢係得啦，依家係依家ハンガーです。喺 Muji 買嘅，去旅行嘅時候唔想帶咁多件衫啦。不過如果去超過一星期旅行嘅時候呢，一定要帶幾件衫，途中要洗衫。但有啲酒店嘅衣架完全唔夠，咁嘅時候呢，呢個非常方便啦，好輕咯，好輕好薄。ここが呢度有嘢喺度，キャミソールとかをかけることができます。我唔係幾中意用酒店嘅乾衣機，時時都件衫縮短變成小朋友 size， 所以有呢啲衣架非常方便。係，最後今日我介紹嘅呢部機，Zip Halo 有優惠呀！由今日至6月19號，Zip Halo 同 Device Bundles 168折，2J 半價，記得用我嘅優惠 code。Made in HK MAYINHK 呢部機 Zip Halo 我真係真心推薦，大家唔好錯過喎。係，咁今集係咁多啦。中意呢條片嘅話，記得 like、comment、subscribe。下集再見，拜拜。